if you're letting me hold you in my arms, well, I can't let you go anymore. 血腥画家11周年周边商品已于迪路制作官方卖场开放预购，本次带来9项新品，部分10周年商品也开放再制预购。预购时间2025年10月10日开始，至11月15日截止，时长仅1个月，逾时不候。长达24分钟的舒眠像哄睡 ASMR 也已上架，这是给粉丝们的免费福利，欢迎至官方 YouTube 频道收听。